文化的消息来关心的是，明仔载就是青牛马生日，在中华鹿港的有文书工作室是提早来举办青牛马的拜拜体验，带民众做糖粿，也来了解这青牛马的由来，希望透过活动会当延续台湾的传统信仰。 大人囡仔甲粿菜拿做圆的，用手指头为中央垫一凹，那像是一个碗。相传这是要用内底织女的白菜，嘛是中华鹿港拜青牛马一定爱有的糖粿。鹿港有文书工作者举办青牛马的拜拜体验活动，让民众了解在地民俗传统。其实在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可是在这边之后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有这么多缘故，然后还有它的意义是在哪里。青牛马是保庇囡仔大汉的神明啊，就带因来体验看卖。旧历7月初7是妇女囡仔的守护神，青牛马生的日子，伫鹿港也保留传统的祭拜仪式，下摆家酒油饭，代表生产顺利，保庇囡仔健康大汉。继传婴仔花、藏母蚵等等，其中上重要的有青牛马蛋。上下底伊有一个那花干的形体啦，吼。中辈甲咱所讲的，就是讲那妇女的这子宫。 哦，孕育这生命，悬顶这就是青牛马大的所在啊，上悬顶就是天台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鹿港人拜青牛马有特别的文化意义，唔那展现父母疼小囝儿逝世心意，嘛是传承地方的记忆。不过现代生活无时改变，愈来愈少人知影拜青牛马的传统。文书工作者希望透过体验活动，让民俗文化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